大家好，今日仔 game 終於實裝咗 SSP 化啦。到底啲機變成點？資源有限，到底升邊隻好？今集我就會私心點評5部我個人覺得最有驚喜，甚至改得有啲誇張嘅機體。如果你仲猶豫緊投資邊隻，呢條片就可以俾你參考下。第一部要講嘅係嘥高達，防禦力去到10800左右。最誇張係佢個 SSP 技，除咗有6000 power 嘅傷害，仲要附帶減少對手攻擊力25%。作為一部防禦型機體，呢個數值同 debuff 簡直係超班。再加上佢被動技自帶加10%防禦，同埋減少射擊武裝30%傷害，坦度絕對可以期待。第二部驚喜之選係力天使 Type D 裝備。同樣係 SSP 技6000 power， 但重點係佢打到6格，大家冇聽錯，我亦冇搞錯，真係打到6格。除咗手長，佢武裝仲自帶2隻唔同嘅增傷 buff， 又打得遠又有 buff。作為一部支援機，佢嘅優秀程度真係冇得輸，絕對係後排輸出嘅好幫手。第三部原本已經好勁 ，SSP 後更加穩坐神台嘅 Wing Zero， 佢嘅 SSP 技帶有減防效果，而且4武亦有雷射增傷嘅 buff。最屈機嘅係佢個新被動技，超1擊以上射程+1。理論上只要你 keep 住條氣，佢係可以打到6格距離。本身輸出已經高，依家仲要加長射程。Wing Zero 繼續穩坐一線機體寶座，冇得輸。第四部係潘尼洛普。Penelope SSP 化之後，佢嘅攻擊力直接爆升到12000左右。SSP 技 power 有6120，配合佢本身距離越遠越大力嘅 buff， 一炮落去個數字應該好靚。加上被動技自帶增傷，又有射擊武裝減傷，絕對係有力問鼎一線嘅潛力機。大家唔好睇小佢。最後一部當然係大家都好中意嘅 New Gundam， 攻擊力同樣去到12000水平。最大驚喜係咩？係佢多咗個4200 power 嘅 map 炮，清怪一流。至於單體 SSP 技有6060 power， 係一個唔錯嘅係數。不過有一點美中不足，就係佢嘅威力加成係跟血量調整，而唔係跟距離，即係你要 keep 住滿血先最大力。相比起距離加成，操作上稍微冇咁靈活，算係少少遺憾啦。除咗以上5部，其實仲有幾部機個 buff 都唔錯，例如 Double Set 高達、攻擊型魔鬼高達、夜鶯同埋卡碧尼 Double Set Version。大家如果有練開呢幾隻，都可以留意下佢哋 SSP 後嘅表現。至於未 SSP 化前嘅2部版本之子，喺新系統開通之後，又變成點呢？首先講下巴巴托斯狼王式先。狼王式 SSP 化之後，個面板數值真係幾嚇人，攻擊力直接上到12900，呢個數值基本上已經追得上 UR 機嘅水平。而且最正係佢個移動距離+1變成6格。對於一部近戰機嚟講，行多1格就係多1分機會貼身肉搏，呢個 buff 絕對係優秀嘅。武器方面，佢個4武 power 有成6000，仲自帶20%爆擊率。如果你坐埋3日月上去，基本上打落去對手度唔死都變殘廢。輸出非常有保證，不過凡事都有個不過，佢招 SSP 技真係有少少雞肋。雖然爆擊率係高，但係個射程只係打到2格，而且 power 得5940。你冇聽錯，係仲少過佢自己個4武㗎。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喺資源有限嘅情況下，千祈唔好學我咁衝動升爆佢，真係要謹慎考慮下先好撳掣啊！自由高達又點呢？自由高達 SSP 化之後，攻擊力都有12300，依然係一線水平。最開心係佢招 map 炮加到有4發，清場更加爽手，而且4武 power 上到去6400，
繼續維持佢傳說級嘅存在。但係呢，佢都有個幾尷尬嘅敗筆位。佢招 SSP 技個設定係跟距離提升傷害，聽落好似好勁，但係佢個攻擊距離最近居然得3格，加埋佢被動技又冇加射程，變相令到呢個距離增傷嘅效果好似冇乜實質作用咁，完全發揮唔到出嚟。雖然個 SSP 技設計有啲奇怪，但整體嚟講，自由高達個底子夠厚，Map 炮又多咗彈藥，我覺得佢依舊係非常強勢，絕對值得大家留意。最後講下個系統點玩。坦白講，我個人認為今次 SSP 化非常消耗資源。簡單計條數俾大家睇，單係突破完升上 level 10，已經要食1200張單位強化卡，升武裝要幾千張武裝強化零件，想升特殊技能，例如加移動距離，又要幾百張開發材料。所以如果你自問非常有時間，而且肝臟健康指數爆標嘅話呢，咁我覺得你不妨可以盡情去玩下。對於無貨或者微貨玩家，建議集中資源升1-2部主力就好，唔好太心急，直到呢堆改裝核心零件普及化，先至大規模提升啲機啦。好啦，今集分享就到呢度，你覺得邊部機 SSP 化之後最強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撳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